歡迎收睇智容易 DIY， 我係 VC。咁呢個全新嘅系列會同大家分享用最簡單、最安全嘅 DIY 方法解決家居生活遇到嘅問題。咁今日咧會同大家解決一個咧喺浴室常見嘅小煩惱，就係浴缸或者企缸嘅水龍頭嘅分水器失靈噃。咁有冇試過咧掹起嗰粒分水掣用花灑嗰陣時咧就一切正常，咁但係用完之後咧竟然咧就唔識得自己彈翻落去噃，結果咧就再開水龍頭，花灑咧就突然之間噴水，就搞到你成身濕晒咧。咁嗰個分水掣咧唔識得自己彈翻落去，通常咧就有兩個原因嘅。咁有啲嘅型號咧就設有鎖定功能。你咧就可以試下咧拉高嗰粒掣之後咧左右轉動，睇下佢會唔會自動彈翻落去。如果只係彈力不足，而你咧又可以用手咧撳翻佢落去嘅話咧，咁就只係需要加翻啲潤滑劑嘅啫。網上咧就有人教用潤滑劑咧擠入去嗰粒掣嘅罅位入面。咁呢個方法咧係可以幫到少少嘅。而我咧就有一個更有效嘅方法，就係擰開咧水龍頭嗰邊嘅花灑軟膠喉管，直接咧就係將嗰啲潤滑劑咧係擠入去個窿裏面，同時之間咧就係一邊上下咧係喐動嗰粒嘅掣。咁呢一個嘅方法咧就可以令到嗰個分水掣嘅內部咧就可以吸收到潤滑劑啦，而嗰個彈力咧就會回復正常噶啦。假如咧係試用咗以上嘅方法，完全係冇改善嘅話咧，就可以考慮更換成個嘅水龍頭，一勞永逸啦。仲有咧就係記住用完潤滑劑之後咧，水龍頭浴缸企缸咧都會布滿油漬嘅，記得清洗乾淨噃。咁今集嘅內容純粹用作參考，歡迎留言交流。喜歡呢條短片嘅朋友，請你俾個 like 我，同時分享出去，順便撳埋個啷啷訂閱呢一條嘅頻道。我係 VC，我哋下集再見啦。